1983年8月21日，菲律宾反对党的领袖艾奎诺因为总统马可斯保证伊的安全，所以坐飞机登去马尼拉，准备要参加议会选举。但是对飞机行落来时阵，却去用开枪，弹着头死亡，伊只51岁尔。虽然讲警察马上甲凶手枪杀，但是足侪人认为讲这是马可斯政府叫人做的，所以有足侪抗议游行。1991年莫斯科发生政变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拢宣布独立。同一当8月21日，嘛是政变了后第3天，拉脱维亚正式宣布独立，脱离苏联统治。半个月了后，苏联国部委员会顺应时势，承认拉脱维亚独立。1个月了后，加入联合国。2005年8月20日暗时，高雄市捷运北机场的工地，有200多位移工合作伙闹代志，放火烧办公室。移工讲，实在是生活条件无好，无法忍受，包括无加班费，还佫去用零治。如果若是到互人听，就会去威胁讲要甲送回去。这个抗议的事件嘛是台湾引入移工以来上受到国际关心、影响上大抗争的案例。